到天气慢慢伫冷吼，真奇妙就是咱的伫遮生活，咱会使体会到四季的迄个情形吼。尤其即摆已经是秋天的后壁吼，所以咱会使出去外口看遮侪花草已经慢慢伫变色。我相信大家拢知看迄个落羽松吼，其实遮侪所在咱会使看到迄个情景吼，会使互咱感觉真舒适，会使来看到上帝创造的美妙吼。今日咱礼拜进前，咱三个来串联两首的信息，即两首信息拢真短，过来咱应该有一点仔熟吼。但即两条信息真出伫吼，伫一本咱台湾的信息叫做源吼源这个信息哦，其实这个信息是对迄个中国大陆迄边厦门迄边过来，这个源这个信息其实伫咱马介甲马家国医生来到台湾吼，差不多170几年进前吼，150年进前吼，其实在进前的10年吼，伫中国大陆厦门已经有迄个传道师也是牧师去到中国遐传道，所以伊踮迄个所在，因有真侪有出真侪一寡信息吼。尤其伫厦门的所在，我会记得有一届去厦门出差，坐伫伊个客人车吼，迄司机用台语甲我讲，迄个音调甲所有的表达方式，甲咱伫台湾内底拢足共的吼。所以迄个因为语言拢真共款，所以伫厦门的迄个牧师带着迄个马家国牧师来到南部的所在，伊就将遐个信息带来到台湾。所以咱伫咱的信息内底有10几条，拢是出自这个以前对中国大陆厦门迄个所在传道所用的信息，来到咱这个所在。所以咱今仔要唱的头一条信息吼，119首上帝的囝基督，嘛是出自这本信息内底吼。所以咱会使对遮来体会到以前伫大陆伫传福音的时阵，迄个牧师伫遮所写一寡信息，其实这个信息是英国迄边的牧师过来，所以咱伫唱这个信息的时阵，特别感觉讲，即敢若中国调吼，嘛是共款有一点仔外国的迄个音调伫内底，但是内底的词有一点仔会符合着咱人民所会使体会的迄个信息吼。上帝囝基督吼，咱来听琴弹一下吼。头一站，咱做伙来唱。上帝囝基督，因罪目可怨他，着相是阮属乎，亲像雨水长流，让我的心脏主，今宵乐求作为，上帝主必怜爱，永远都无变化，天地万物心塞，热心乐唱歌。人相怨比较亲，应该感谢伊花热心。第三节，早我无得无食，离开有功，耶稣被幸空呀。找我带我孤单，一秒不会放下家己，叫我灵魂永远不息。
给我受大福，心爱亲爱报答，小小菩萨见做，祈求天父干那，总是做温柔爱看我，所惊所罪无正功劳，求主帮助有情，予我会行好事，孤单甲我行去，因做是心的主。我要好塞你求苦，不要尊名无路大福。第二首咱要传的信息是548首，我是为基督。这个歌词吼，有几若条信息拢用这个歌词里做开始吼。我是为基督。来，咱先听琴弹一解。一条真短的信息吼，但是真有意义吼。来，做伙来。我是为基督，是的如何？我的心望主的歌，最里真中落寞，无论体会本事，我是主。最离奇苦，最左右因苦苦，无论困苦也无，我是为烦恼，也为着主真难传播，也生是真落寞。上尾一句就为主拼命到尾吼，望咱礼拜中间这两首信息，咱会使较大声来唱吼。咱准备先三个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奉献礼也伫咱座位头前，请准备来奉献。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咱所望的已经有成真，咱着坚固这个成真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息，搁着大家三管顾来激起仁爱行好，毋通放煞恁的聚会，亲像有人惯死安尼，就是三劝勉。既然看见迄日君，搁较着安尼。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19首，请起立。上帝行基督，应做万福源头，常常是阮思好，亲像雨水长流，甘我的心脏，我的嘴，请笑我路求。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改换。天顶漫漫星彩，热心无路唱歌。男人手阮比因较亲。应该感谢耶和华热心，早我无地目前，离开有君，耶稣偏行旷野，找我带我倒转。无诽谤撒家己，救我灵魂永远保持。时刻我受大恩，心内真爱报答，常常好赛敬存。祈求天父感恩，从时阵要为同步，所行所做无正功劳，求主帮赞有情，予我为行好事。甲我徛起，应做心心的主，我要好彩日
即是用信仰告别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参考用启应文第5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迄集会互人迄出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会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同心来祈祷，真爱圣父上帝，你伫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人类历史常常改变，阮的生活也快变迁，一代过了，搁一代，主要做阮徛起的所在，国家兴旺甲衰微。在你天父你成的旨意，世间荣华甲富贵，哪准草木暂时水？上帝做万民的天父，永远不变到万世。求主赏赐阮知识，以及圣神大气力，愿献一切归乎主，成就圣洁的器具，永远不变。主上帝，阮爱踮伫你的实例。亲爱的主啊，阮过去一礼拜的生活中间，检测非常无用，拄到真大的挑战甲困难。但是你互阮有机会，甲你会当结连，会当时时来我告主。但是阮常常软正，阁骄傲、自大、贪心，常常受到罪的捆绑。阮的身体、心智甲灵魂，无法度健康活出美好，亲像你生命的样式，互阮生活失调，互阮捆绑家己。恳求主赦免阮来污染你所创造，阮的身体就是你的殿。恳求主赦免。伫阮软弱的时阵，无气力的时，也恳求主的圣神，常常用讲袂出来的吐气，甲阮三甲伫地，互阮随时会当回头，甲主结连，你着气力。即礼拜是圣神降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是基督的君王日。先知耶利米的宣告，提醒阮爱将阮的眼光放伫新的正义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临到，先知的应允
也挑战阮是毋是亲像圣经所表达，愿意伫这位君王的统治下面，成做上主阮的正义的即个所创造新的国度天国的一份子。今仔日嘛是台湾成人医奉献主日，你特别派蔡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要开条主圣的话，互阮搁一遍来关心，伫阮台湾的正教会培养侪侪未来的传教者、好的牧者，恳求主来保守台湾成人医的董事会甲所有的经营团队。老师、学生拢悠然靠信心，伫即个行业中间来继续成长。也恳求主，互阮正向的姊妹会当热心来关心。也阮也特别为着今仔日的礼拜的圣洁，会当下主的天父的旨意，献成做芳的活祭，求主来干纳。阮排咧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你对你亲像伫天里，愿的日时今仔日予我，请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啥要。阳光拢是你所有，爱在我心。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25节，侪人甲伊同行，伊就活过来对因讲：若有人就近我，也无怨恨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袂为做我的学生。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也袂为做我的学生。恁中间什么人要起塔？减无大声坐地来算迄个所费，看会起到诚袂？行了检采落地机，也袂会起到好。就看见的人，拢踢笑伊讲：即个人有动工，也袂起到好。也是什么王出来，要甲别个王交战？减无大声坐地参谋。看会用10000兵拄敌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伊的也袂，若袂就趁伊枵远，找使者去甲伊讲和，安尼恁中间既若无放杀一切所有的袂为做我的学生。打盐是好，盐若煞失味，要用什么复度伊的味？也袂落远，也袂落远的，也袂做肥的，只有迄伫外面。有耳孔通听的，就听。请蔡明伟牧师讲道，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咱中间，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伫讲道进前，我先代表台湾新学院，就是我的母校，伫遮来兄弟姊妹来请安。每一年的11月第2礼拜、第3礼拜，是咱总会所定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伫即日，就是要唤起咱全台湾所有咱长老教会的信徒，咱用实际的行动，咱来支持神学教育。伫过去20几年久，我常常代表咱总会所属3间新学院以及圣经学院，伫无共款的教会伫遐来募款。因为我个人也伫新学院咧兼神学的课程，这对我来讲，神学教育甲教会的进步其实是一体两面。我常常讲，教会的进步甲神学院的进步，其实是敢若两个链仔一台车的两个链仔，或者是讲两个齿轮，中用一个链条甲绑起来。当咱的神学教育有进步的时，安尼咱的教会才会进步。咱的教会进步的时，神学教育才会进步。所以教会进步甲神学院的进步是一体的两面。反倒转来讲，如果教会若退步，神学院嘛退步；神学院若退步，教会嘛对咧退步。所以咱伫遮来通过咱的奉献，就是要搁一摆来告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听咱的教会，听咱整个的教会，咱毋但是听家己的教会，咱犹原嘛听整个的教会。伫遮有3项事要伫遮来呼吁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头一件就是呼吁咱兄弟姊妹，咱常常为着神学院师生甲行政种种的事工来祈祷。我毋敢讲，咱逐日拢为着神学院来祈祷，总是伫遮呼吁咱大家常常为着神学院来祈祷，为着院长，为着遮教授、职员、学生因的学习因所有欠用的一切，咱为因来祈祷。第2项咱伫遮要甲大家呼吁，就是咱中间若有优秀的青少年咱爱甲栽培来读神学院。我去到倒位拢讲即句话吼。但是我常常安尼看啦吼，就是讲，毋是每一个读神学院的人拢爱做牧师。但是我会讲，咱每一个
基督徒若有机会，咱会当来接受神学教育。我想在座咱有几啊位我熟悉这长辈拢伫新学院神学平信徒神学课程拢受过造就。我相信这个造就对咱的信仰、对咱的服侍拢真有帮助。特别咱中间若有这个有心的青少年咱来甲鼓励，会当去读神学院。最后嘛是今仔日上重要的事就是呼吁咱大家通过金钱的奉献，咱来支持神学院的事工。台湾神学院自从立案了后一年的预算差不多是6000万。伫这个台湾所有立案的学校内面就是宗教学院的这个部分课学费的收入，迄个比例是上低。咱6000多万的这个当年的预算差不多超过4500万是通过教会奉献来这4500万的奉献中间，差不多约2000万就是奉献主日安尼这个部分来奉献。所以伫遮呼吁咱兄弟姊妹，咱照咱的感动，咱通过金钱的奉献，咱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伫即届的即个纪念主日，学校有寄互我一张即个咱上山教会伫过去1年久咱的奉献的金额的统计表我一看我目睭要落来因为咱教会差不多会使讲是为着台湾神学院奉献全台湾大概若无第一坎至少嘛第二坎咱去年为着台湾神学院奉献7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一个代志。所以伫遮我相信咱拢疼神学院咱拢真疼咱的教会，所以就一只简单报告，呼吁咱兄弟姊妹，咱就用咱这个奉献袋咱来做咱今仔日特别的奉献，咱来支持来纪念神学教育。我甲阮太太，阮是22年前阮就抽签抽去高雄，所以我是艋舺人，但是已经伫高雄已经21年今仔日来到咱中间讲道，其实不离亲切感为什么？因为咱的教会的这个面积甲这个甲我家己牧会的龙雅教会差不多阮拢是2排阮拢是2排。总是阮的教会较无共款就是阮的母会是新兴教会，所以阮50年前这老一辈就照较早因细汉的时伫新兴教会的做法就是牧师坐遮讲道这边拢爱坐妇女这边拢爱坐兄弟安尼所以我初去牧会的时阵，我足无惯势翁仔某行掠手牵手到门仔口就分开太太坐这边兄弟坐这边安尼这是南部教会真无共款的一个做法。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军队耶稣爱付出代价。总是军队耶稣爱付出什么代价？咱掀开咱的圣经，咱做伙来看耶稣甲咱讲爱付出4项的代价。咱做伙掀开咱的圣经，咱来看26节。26节，耶稣甲咱讲，军队伊付出头一个代价，就是爱怨恨家己的家庭，要恨自己的家人。你手头所摕到的是中文的圣经，伫遮拢译做：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最亲密的家人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请各位伫遮注意，中文和和合本伫遮所讲的。若不爱我胜过什么什么，其实这句的翻译是完全甲耶稣原来意思是倒变的。因为伫遮耶稣所讲的动词是怨恨，耶稣在这里用的字是恨。所以甲耶稣其实实在是安尼讲，若有人就近我，若无怨恨伊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就袂为做我的学生。可能耶稣伫遮所用的这个假释，这个动词实在非常的激烈。
所以伫遮我查过，所有的中文圣经伫遮拢甲改做：若不爱我，胜过家人。总是为什么耶稣爱军队伊的人，爱万幸家己处理的人？万幸到底伫遮爱做什么款的解说？但是咱先爱了解家庭到底是甚么？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久长拢是伫沙漠的游牧民族。伫沙漠生活非常的痛苦，也个危险，所以伫犹太人的文化内面，因无看个人的价值，因为个人若无家庭是无价值，是无法度存在，所以家庭也是种族共姓才有价值，甚至安尼讲，是因为先有家庭，先有这个种族。才有这个个人的存在，因为要伫沙漠生活，一定爱互相帮衬，才会渡过种种的难关。所以犹太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的价值。所以伫这款背景的了解下面，当耶稣讲你就爱万幸你上亲密的家庭的时，其实耶稣是咧讲你若要军队我。你就爱甲遐个会甜，甲你会做成你的甜盘，遮个人、遮个事、遮个物，你就爱切断关系。你爱切断甲过去养持你、支持你、保护你、提供你养分的迄条脐带，你爱甲切断，然后你来军队耶稣。军队耶稣，你爱倚靠的是耶稣的养持，是耶稣的教导。人爱专心仰望耶稣基督。咱无法度一边咱注目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阁无愿意放弃迄个家庭对家庭来的甜盘。有一个圣经学者伫遮做一个真好的解说，伊讲军队耶稣爱万幸家己上亲密处理的人，意思是讲耶稣咧要求伊，若要军队伊的人爱专心一意。所以若是三心两意的人，还是脚踏两条船的人，拢无法度军队耶稣。事实上，路加福音搁较前的所在，嘛有类似的观点。有人望先转去处理埋葬老爸，才搁来军队耶稣；嘛有人望先甲处理的人三时，才来军队耶稣。但是耶稣强烈批评这两款的人，讲安怎？讲内底我。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耶稣阁讲，手看伫犁尾，要直直回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所以军队耶稣爱万幸咱家己的家庭，是咧讲，咱就爱甲过去做一个切断。过来，咱来看27节，军队耶稣爱付出第二个代价，就是爱举家己的十字架。27节耶稣安尼讲：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伫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嘛有类似的记载，伊讲：然后要对我的人，就好定家己逐日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爱好定家己。所以举十字架意思是咧讲，咱就爱好定家己。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甲人处死的这个工具。被判死刑的人爱举家己的十字架，行到迄个执行的所在。所以举十字架意思就是，你就爱放弃性命，或者是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咱所军队耶稣基督。因为举十字架的人，就是准备要受死的人。举十字架的人，伊的生命已经是剩最后一日。伫主后第4世纪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合法以前，差不多有200年的时间，
基督徒受到罗马帝国非常严重的迫害。初代教会甚至认为讲，一个人若要成做耶稣的门徒，安尼就要为主献上伊的活命，就要顺道。所以举起十字架，意思是咱跟对耶稣，咱是无退路。因为十字架伫原底的意思是一个酷刑，十字架是死刑。罗马人认为死伫十字架顶是全世界上界悲惨的一件事。所以，举起十字架就是将咱的活命来交予耶稣基督，予耶稣基督拥有咱生命的主权。所以，跟对耶稣以后，咱免为着家己生命的结局来烦恼，因为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成就伊真美好救赎的恩典。所以，想要保全家己性命的人，耶稣已经警告过，这款的人反倒会大声失去伊的活命。想要保全家己的活命或者是财产的人，拢无法度专心一意跟对耶稣基督，行伫耶稣基督的道路顶面。咱过来看33节，跟对耶稣爱付出第三个代价，就是爱放弃这个财产。33节耶稣安尼讲，同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伫这个所在，和合本圣经，或者是拄仔我所读的所有的，还是所有的，伫希腊语内面就是咧讲财产。所以跟对耶稣爱付出第三个代价，就是爱放弃所有的财产。当然，伫现代的社会，咱一个人的财产，咱的确是靠咱的双手温勤工课，不断累积，咱通得到。我相信在座特别是足侪社青，咱就爱一直加班，一直加班，甚至爱做几下的工课，咱才有法度得到一个稳定佮温暖的所在。所以放弃财产，其实是咧讲啥？咱就爱放弃咱双手努力打拼一切的成果。那照正经的教士拄仔讲过两项来讲，放弃财产就是咧讲放弃甲过去一切所有的努力累积的成果来切断关系。跟对耶稣第四个的代价，甲前三个无相像。咱来看34节，耶稣讲跟对伊爱付出的代价，第四个就是咧讲爱做好的盐。耶稣讲盐本底是好，盐若失去味，安尼是啥物通叫伊搁咸呢？伫古代中东的所在，一般的家庭，毋是像咱今仔日咱是用海盐，因是用盐，就是石头内底的盐，就是甲有这个甘蔗，这个盐分的石头收集起来，然后甲迄伫迄个鼎内底，然后去滚，然后将这个水在这个石头内底盐分，甲养伫这个水，然后这个水就变咸水，因是用这种咸水来调味。这有咸分的石头，一旦内面的咸分那释放到这个水内面了后，那养伫水内面了后，这个石头就失去作用，就无路用。过去的做法就是迄落伫屎坑内面。所以对人的经验来看，其实上班也好，伫教会参与侍奉也好，咱难免拢会经历到心智软弱的时，就是咱透早起来，咱无想要上班。有可能有一日，主日透早起来，咱会有一种感觉是，咱无想要去教会服侍，有这种情形无？唔通讲无吼，连牧师拢有这种倦怠症哦。我真正捌礼拜透早目睭闭起来讲，我今仔袂使卖讲道安尼吼。咱心智软弱的时，就亲像盐失去原底的味。总是耶稣基督却安尼讲。若要跟对伊，毋通像盐失去伊的味，爱继续一直保持盐应该爱有的迄款的味。所以跟对耶稣的人付出第四个代价，就是咱来继续不断保持迄个盐应该有的味。
所以咱即马来复习军队耶稣爱付出4个代价。头一个是啥？挽回家己的家人。第二个爱举家己的十字架。第三个爱放弃财产。第四个爱亲像好一样。这4个就是军队耶稣爱付出的代价。咱活伫现代这个工商这个商业的社会。咱做啥物代志，拢爱真斟酌去计算迄个成本，爱计算迄个代价，因为这是非常理性的一款的行为。所以耶稣接下来佫讲到，咱若要计算，爱安怎计算？伊讲咱若起厝，爱事先斟酌去计算迄个建筑的成本是偌济，无若强要起无成，会成做众人踢笑的对象。一个君王若是要出兵相台，嘛爱先计算双方的兵力有偌济。若差伤济，不如赶紧来求和，损失安尼嘛较少。所以咱就爱去想，军队耶稣这4个代价，咱到底会当付出偌济？其实这4个军队耶稣所爱付出的代价，整体来看，有一个上中心的理念，就是军队耶稣咱爱切断甲过去的关系。保罗安尼讲人若伫基督的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事已经过，一切拢变做新的。这种新的我甲旧的我爱切断关系。保罗安尼讲，咱若要伫基督内面，迄个新的我甲旧的我爱切断关系。只不过耶稣用更较激烈的表达，伊讲爱怨恨。请咱注意，耶稣讲要军队伊毋但爱怨恨家己的老爸母囝查某囝兄弟姊妹，最后一句耶稣讲啥？讲爱怨恨啥物？家己的性命。就是咱若要军队耶稣爱激烈到什么地步？爱怨恨家己的性命，要恨自己的性命。其实怨恨家己的性命，甲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安尼看来，军队耶稣其实毋是一个清清菜菜、轻轻松松的决定，因为这个代价其实是非常悬的一个代价。所以咱做决定以前，咱先爱深思熟虑，我真正要安尼做吗？所以军队耶稣其实是一款心思意念的变化，对迄个旧的我转变到新的我，咱爱脱去旧衫，咱爱穿新衫，变做新人。但是即摆的问题是，现代基督徒敢若咱要讲军队耶稣有啥物款的恩典，有啥物款的好处，咱无要讲军队耶稣爱有啥物款的代价。讲甲更较坦白，这个时代基督徒所讲的恩典，是无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迄款廉价的恩典。伫遮我就想起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其实伊就已经看见2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教会，迄个时代基督徒就是咧追求廉价的恩典，因为真侪德国的神学家、牧师、信徒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因强调人得救，毋是我靠做好事，毋是做善事。因强调基督徒爱高举恩典，这是教义。总是到伫迄个时的德国，恩典煞变做基督徒信仰无要进步的借口。因为既然上帝有遐尼大的恩典，有遐尼丰富的恩典，所以迄个恩典安尼灌入伫咱的内面。所以，咱根本就免付出任何的代价，咱生命无需要改变。所以，潘霍华伊看见伫2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基督徒因拢过表面的宗教生活，因为迄款的表面的宗教生活已经满足所有基督徒的需求。意思是讲，因开2点钟来做礼拜，伫这2点钟的内面。因就认为，因已经尽基督徒应该爱尽的责任，付出基督徒爱付出的代价。
但是这2点钟礼拜煞，人搁转去到这个世界的时，其实因继续行伫迄个旧的道路的顶面，继续照世界的标准伫遐生活，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安尼一直落去。所以潘霍华伫伊真重要一本著作叫做《军队基督》，伊安尼讲结果，咱做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就是伫礼拜日离开世界2点钟，咱通过做礼拜来保证我的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就安尼尔。潘霍华伊安尼批评，这就是咧讲廉价的恩典，因为这款的恩典无要要求做门徒的代价。这款的恩典，无要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无要讲道成肉体的恩典。伊讲这款的恩典，这种廉价的恩典，是咧侮辱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成就迄个重价的恩典。另外，阁有学者继续安尼观察，伊讲伫即个非常无用工商的时代。咧讲到代价这个词，对即摆基督徒来讲，其实是一款的奢侈品，因为咱太无用咧。伫即款真无用的生活内底，咱逐日来拍拼，爱为着生活拍拼，爱为着咱的享受拍拼，为着咱的退休拍拼。所以咱常常是照世界的标准咧活，甚至咱互即个世界来改变。咱真欢喜。真惯势伫即个世界的价值，结果咱拒绝圣经所讲迄个比世界搁较悬的价值。不过呢，咱搁无愿意放弃信仰，所以即种人只好敢若讲：哦，我足侪恩典的，我足侪恩典的。所以即种廉价的恩典，就成做现今基督徒非常追求的物件。我的教会有一个姊妹，足久无来做礼拜，无来做礼拜理由介济，但是每一摆去甲探访，伊拢讲牧师上帝赏赐我有够侪恩典，有够侪恩典。我即摆的保险互我过日子过得足好诶。我咧想讲，到底你的恩典是保险，还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伊少年所纳的保险，即摆所领的钱当作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基督徒到底爱追求是甚物？潘霍华甲咱讲，咱爱追求的是重价恩典。什么叫做重价恩典？伊讲这款的恩典是重价，因为重价恩典会催逼一个人为着耶稣基督付出生命的代价。重价恩典，伊是恩典，是因为咱通过这款的恩典。会当得到活命，这是咱得到活命唯一的来源。伊讲重价恩典是重价，因为重价恩典会定咱的罪。重价恩典是恩典，是因为伊互罪人通称罪义。所以重价恩典是上帝囝的牺牲，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是贵重的，毋是俗的。这款重价恩典封闭咱，毋通过世俗的日子。重价恩典催逼咱，就要付出代价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教导常常超出咱的意料之外。伫耶稣的教导中间，咱通看见，伊捌讲过，讲每一个人无论有啥物条件，拢会当伫上帝国的宴席，拢来做一个尊贵的人客。总是耶稣国来甲咱讲，要去天国的路是话，所以咱人一方面，咱会当领受恩典；总是咱另外一方面，常时为着这款的恩典付出相当的代价。我再次强调，教会毋是一间插世界的建筑物，所以咱来到教会，毋是要来联谊，毋是要来联络感情。差不多30年前，咱总会要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时，为着心中，所以是一句一句心扎。因为迄个时间长，所以
有议员就是牧师的意思啦吼，安尼不耐烦。迄当阵我听在场的前辈讲吼，讲迄当阵拄啊讨论到迄个教会教会是啥物咧逐句讨论。有一个牧师徛徛，接饭啊啦，这听不通讲教会差是物价就教会啦，安尼啦吼，接饭啊，差是物价就教会吼。结果一个老牧师举手吼，我要讲，无阿婆差是物价上济，所以差是物价毋是教会，咱要了解这个代志毋是差是物价建造物就叫做教会，乃是因为咱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咱的生命得到更新；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的生命得到激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的生命得到提升。直到咱的心意会当更新来变化。过去咱看代志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代志，咱真做基督徒，咱来到教会了后，咱会当知影，我即马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无这个同款的代志。所以为着耶稣基督伊所受赐的恩典，咱愿意付出迄个世界看做是无可能的代价，咱犹原嘛要来跟对耶稣基督。这款的基督徒才通讲，咱是耶稣的精兵。愿主帮助咱的教会，咱会当真做一间愿意为着跟对耶稣基督甘心乐意付出代价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爸，今仔日阮伫这个所在来聚会。毋是偶然，因为伫150年前，你已经差派你中心的罗伯马盖博士伫遮设立，奉你的名来设立教会。伫100多年的中间，阮的教会一代一代通过信仰前辈因的努力，一代一代安尼传承，一直到阮今仔日。伫阮这代咧承受这款福音的责任的时，求主搁一届通过你的话来催逼阮，阮就爱为着跟对耶稣基督来付出代价。总是阮也要承认，阮有侪的颠盘，阮有侪的考虑，阮有侪的毋甘愿，总是求你帮助。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阮有教业的信心。阮毋若信，阮爱有坚定的信心，爱有充足的信心，对你所想事的信心，坚固阮的心智，坚固阮的双手，坚固阮的双脚，互阮坚心决意，为着教会的进步，为着教会的起造，阮付出阮应该付的代价。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来，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也袂为做我的学生。路加福音14章27节，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也袂为做我的学生。路加福音14章27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48首，请起立。我是为基督，是的你的武后，我是帮助的歌，最里真中罗卜，无论地位文书，还是尊贵。龙hen何主最离奇故，最主罗因故故。
南部，亚山西吉隆坡，为主配西吉根，好大真正无天，真良高是拢无放的，为主配命高飞。请坐。奉献，请廖贵干执事甲吴雄执事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日大无比，我愿意心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请坐。报告，请看周报373页。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来订正。后礼拜周间的聚会甲服侍者，请家己来看。374页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台湾新人院奉献主日，特别派蔡明伟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蔡牧师，请兄弟关心甲奉献。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到5点要举行中级的造就会，这旧的中级嘛要参加吼。会中要邀请蔡明伟牧师做公道的训练，请新旧人。第4点，撒摩尼牧区定伫11月27感恩节
联合礼拜后11点半到2点，要举行亲子分享座谈会，欢迎家长参加。为了统计用餐的人数，请伫11月23进行扫描 QR code， 甲向各级的主任来报名。第6点，小会定伫11月27早起9点30分，感恩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请兄弟备办心。第7点，小会定伫11月27感恩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中级的就任。礼拜后要拍摄团体照。牧区的消息，少年团契定伫11月23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陈泽印牧师来分享，请客友来参加。另外补充，咱伫1楼郭文雄老师的13百的这个图，拢已经有编号，所以你若要奉献，就写一张纸，写你的名，你要几号？那迄个大包的有400，就是5000块以上；那迄个较细包就3000块。礼拜日奉献袋甲投入去，还是直接摕牧师中级拢会使。今仔日无新人来做礼拜，咱即时来进入一个公道。为了世界台湾宣教师甲新入的中级团队，甲建堂的事工，阁怀孕的姊妹杨慧芳甲谢宇文，甲为了最近有确诊的兄弟姊妹，甲为了咱侪遗体身体欠安、心灵软正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同心，互大家出声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宇宙的主宰，感谢你伫今仔日，互阮伫圣会合一的礼拜中间，透过你的话，互阮也清楚，阮已经接受你极大的恩典，但是国家会当激励阮，清楚这是一条付出代价的道路。阮已经看见全世界伫这个混乱、扰乱、黑暗掌权的时阵，你犹原差派侪像福音光明的使者，伫世界各地来关怀也未信主的兄弟姊妹，主这是极大的使命甲恩典。主，阮上上教会有新的意向，我要重建阮的圣殿，嘛要互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有精心。家己付出代价，恳求主也帮助阮新所选出的中级、甲旧的中级，拢会当互相合作。阮会当为着阮上山教会未来伫建堂的事工，拢恳求你来帮助阮。也阮实在诚做社区所需要的教会，互阮乐意日日。服侍人亲像服侍主，阮即时也为着怀孕的慧芳节甲余文节献上祈祷，恳求主，互因巴倒来的婴仔拢得了平安，也恳求主，你的神甲你想事的平安，拢甲最近确诊身体欠安咧休困，也阁侪阮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也是病院医疗的兄弟姊妹，拢恳求主，想事你平安。甲大家三甲地地来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吟诗圣诗494首，吟诗后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对玛利亚出席亚索，你无困的无路的位，欢喜加拉。
生只在我有一那汤，保护全地，照顾全民，苍万自然表达感情，春秋做工真关心。人生只在关联一切，拢受男性左右操纵，光有分求己，多辛苦，权力有这有分享。上帝求你掌阮内心，坚固伊个温柔性格，自然流露男女本性，生命创造伊妙美丽。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直直，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